间，你让我把官兵撤走，我就撤走了，我还不尊重你？哎，你还要什么样的尊重啊？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对我这么冷冰冰的，是因为叶红影，对吧？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哎，娘子，咱们是一家人，就别说两家话。你和叶红影是老相好，这事儿你该不会否认吧？我没有必要否认，他的确是我童年的旧识。你们俩不是童年旧识这么简单，你还是他定了亲、未过门的妻子。这事儿花姨不会欺骗我吧？既然你这么介意我和他过去的关系，好，那我现在就走。哎，我怎么会介意呢？只是我搞不清楚，像他那么一个软正的叶红影，当初你爹挨不过大刑，苦苦哀求他一刀了断，可他这个女婿居然不愿意下手啊！看着他的岳父饱受酷刑折磨而死，啊，你说，像这种人他可不可恨？难道还值得你念念不忘吗？那你告诉我，谁才是真正杀害我爹的凶手？真正的凶手，我一定会告诉你。娘子啊，今天是咱们俩大喜的日子，总不要影响了我们的良辰美景吧？呀，你又给我摆架势是吧？哼，本府原来要好生的温柔待你，没想到你是给脸不要脸啊！哼，那就休怪本府翻脸无情喽！主人，你要干什么？稳住！你刚才说要动脑子，不行，不行，住手！你给我坏了我的好事，你找死！你住手！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口口声声说尊重我，如果你真的尊重我的话，那么你就再答应我一件事情。只要你答应了，我保证不再反抗，全听你的。你又想耍什么花招啊？反正我已经逃不出你的手掌心了。这样的话，你连一件事情都不肯答应，你就别再跟我说什么尊重了。这女的性情刚烈，要是不答应她，只怕我还没得手，她便自杀而亡了，那岂不太可惜了？你到底答应还是不答应？你说吧，究竟还有什么要求？艾迪，你先出去，帮我准备一堆白蜡烛。哼，任远，你再这样我要生气了，拦住他！你往哪儿跑啊？哎呀，你放开我！我不跟你们离开醉月楼，我要去找姐姐，你放开！我讨厌你们，你们不救姐姐！你给我听好了，你要再这样不懂事的话，李冬青姐姐就白白送命了。莺莺燕燕，带着她从迷岛先走，快！是。啊！哎，这臭小子还真咬！杨伯伯，我没能履行承诺，照顾好冬青。你中的是昏君的朝廷，报效的是奸贼的义父。想成为一把锋利的宝剑，就不能随意动情，包括亲情、爱情。为了从小和我青梅竹马、指腹为婚的你，还是为了和我有着不共戴天、血海深仇、杀父仇人的你？究竟我是忠孝两全，还是一个为祸人间的魔头？任远，我讨厌你们，我不跟你们走。任远，啊！
不想跟他们走，那你就跟我走。站住！追！救命啊！放开我！你这个坏蛋要抓我去哪儿？是那个孩子。你究竟要让我等到什么时候啊？今天是咱们俩大喜的日子，你不点红蜡烛也就不说了，你让他们去拿白蜡烛，你什么意思呀？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。我想在今天祭拜一下我爹，告知他我将委身于你。难道这有什么错吗？你好，我等。那好，我就答应你。反正等到现在了，也不差这一时半刻的。我等行了吧？哪有啊？这临时临刻的，到哪儿去找白蜡烛啊？相公，啊？我到今天才知道你的名字叫马上飞。哎呀，这个名字真好听，真别致。拜托，别肉麻了，行不行啊？赶紧找出白蜡烛，救出冬晴姑娘。要是去晚了，指不定那个恶人对冬晴姑娘干出什么坏事来呢。那个恶人是挺可怕的，刚才我差点就被他抓住了。啊？不过相公，你放心，如果他真的要对我怎么样的话，我会告诉他，自从被相公下药迷晕，不打不相识以后，我就只是我相公的人了。他要想对我做什么，哼，没门儿！哎，你刚才最后一句说什么？我刚才说了那么多句，我哪知道你说的哪一句啊？最后一句。最后一句，没门儿！往前。我就只是我相公的人了。哎呀，再往前。自从被我相公下药迷晕，对，就是这句，下药迷晕，下药迷晕，嘿，真是太好了，太棒了！怎么了，相公？哎，你想到点子啦？不是我想的点子，是你刚才说那话。虽然说卑鄙了点儿，但是可以救出冬晴姑娘。什么办法？跑不掉的。我就觉得奇怪，如果中了毒镖的石破天是内奸的话，那会是谁去官府告的密，让潘汝贞知道了我和冬晴的真实身份，还有人愿就藏在醉月楼的事情。我现在终于明白，你才是真正的内奸。哼，你知道的太晚了。叶红影，救命啊！英雄哥哥，救我呀！是你出卖了12名兄弟和醉月楼的人。既然你都知道，那就应该明。
放马过来！孩子是我的保命符，我凭什么放了他？我夺命罗刹从来都是夺别人的性命，还没有人能杀得了我，就连你叶红莹也不例外。你永远是我的手下败将。哈哈哈哈哈！休想从我的手中逃走，今日你必死无疑。哼，大不了就让这孩子陪我一起死。你一向自视清高，我就不信你狠下这个心。懦夫！就因为你这个妇人之仁，注定你永远办不成大事，哼！所以你也永远是个失败者，哼！现在我就要让你眼睁睁地看着我从你眼前走掉，我看你能把我怎么样！哈哈！哈哈哈！啊！英雄哥哥，谢谢你又救了我，谢谢。不要谢我。为什么？你救了我，我当然要谢你了。你错了，我不是救你。花姨，你看，岳新川，原来是他。